风台在昨暗屏东恒春登陆，是58年来头一届伫咧11月登陆台湾的风台。经过20分钟了后，就已经减弱变做热带性低气压了。气象署嘛，伫咧昨暗已经解除海上加陆上的风台警报。大雨甲一阵一阵的强风，风台12暗7点40自屏东恒春镇登陆，正做1967年了第一个伫11月登陆台湾的风台。不过20分钟了后，暗时8点就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暗时8点半解除海陆警。在稍早8点的时候，判定它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因此我们在8点半的时候同步解除凤凰台风的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紧接着发布了热带性低气压特报，要提醒在附近的航行作业船只还是要特别严加戒备这样的强风的情形，还有附近的浪相对还是都是比较高的。风台登陆恒春半岛沿海，自12下昼就一直拍大响，南湾的影也真大，还有一只梅花鹿立伫咧海沙坡唔肯走。梅花鹿一次被野狗追逐咬伤之后，躲到了南湾的沙滩上，受到了严重的惊吓。但由于现场这边目前风浪非常大，而且海况很差，所以是无法救援的。因为现在如果我们太靠近它，它可能受到惊吓，又会往海里面走。然后对我们的员工也会有一些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等它。自昨暗到今仔日13，风台伫咧消风离开的过程，东北季风又会增强，北部是湿凉，贵人北海岸、屏东甲花东，还有大台北山区可能有局部大水雨，北部高屏、东北部甲平湖也有大雨。尤其是到了明天白天，可能在北部的山区这边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累积雨量的情形。风台伫咧吹在发警报了，雨主要拢集中落伫咧宜兰的境内。东山乡2个7站的累积雨量，拢有要甲上千毫米，所有路东的雨也真惊人。东湖岭累积的雨量更加是超过1000毫米。根据气象署观测的资料，所有站11一天的雨量，甲上大的时雨量，拢只敢若输2010年梅子风台的记录。迄当阵也是东北季风甲风台强盘效应所造成的强降雨。记者综合报道。